如果你想要增加自己课余写作用字的能力，可以来参考教育部公布的台湾客家语书写推荐用字汉字选用原则，还有台湾客家语书写推荐用字第一批、第二批，在教育部语文成果网里面也有很多的资料。接下来我们就利用考试的题型来练习一下，从简单的短句开始。写短句的时候，我们要先了解整个句型的结构，还有那个连接词正确的意思。比如说莫讲就是华语的意思就是别说就算是，莫讲像阿妹袂顧生囡兒，就是阿爸來顧，未做得顧到當好。别说只有妈妈会照顾小孩，就算是爸爸来照顾，也可以照顾得很好。另外一句係冇就冇，华语的意思是要是没有就没有。係冇應該用書讓愛停手，就冇愛掠下改伸球。要是没有你那个时候帮忙我，就没有我现在的成就。再来，我们进行短篇写作的练习，差不多要写30到40个字。比如说这个题目，假使你对到同日发票嘅貼獎，你用用班來運用呢筆獎金，我們可以這樣寫：我上回買一台車兒送俾阿爸，再講請幾部客人共下食飯，出去了，春節前就住起來。